潮流興瘦身，但係就算瘦都要瘦得健康過人啊嘛。而名模 Amanda S 除咗一副娃娃面討人歡心之外咧，均稱嘅身形都係佢嘅賣點嚟㗎。難怪佢最近咧都俾纖體公司睇中成為代言人。睇嚟佢都好有機會好似林志玲同埋熊黛林咁樣加入瘦身行列之後名利雙收啊！做得生招牌就梗係要將自己最完美嘅一面 show 晒出嚟㗎啦。平日影相行天橋對 Amanda S 嚟講咧，其實真係駕輕就熟㗎啦。而今次佢就以緊身嘅泳衣 look，仲有透視裝，配上呢個熱褲嘅造型咧，就拍攝廣告硬照噃，都係要步步為營啊！因為一唔小心咧，喐多幾下啫，就好容易走光㗎啦。而且當佢着上一對6寸高嘅高踭鞋喺呢個梯級嗰度擺 pose 嗰陣呢，哇！身邊啲工作人員都戥佢牙煙啊！Amanda 仲差啲因為咁而跌親，好彩最後都係有驚無險嘅啫。呢個廣告好特別咯，因為啲衫係 special design 俾我㗎，全部 set 都係 special design 俾呢個 project， 俾呢個 Elise 嘅 salon production， 其實好好咯，好特別，我冇影過㗎。不過 Amanda 都算係夠晒專業啦，為咗令出嚟嘅效果好咧，佢寧願捱住肚餓，就算美食當前都喐都唔喐啊！咁唯有係睇住其他人食得滿足嗰個樣啦，望梅止渴都好過冇啊嘛〜